大家好，歡迎返嚟莊山頻道正義女神。嚟到第24集，呢一集會講到高成斌嘅童年。高成斌喺童年嘅時候，曾經有一次俾人綁架，而喺被綁架過程之中，佢試圖逃跑，過程中同綁匪糾纏，竟然唔小心推跌綁匪，令到其中一個綁匪傷重身亡。可能係由於呢次綁架案嘅經歷，由嗰刻開始，佢嘅童年唔再係開心。佢自己講過，由嗰刻開始，佢嘅一生就改變咗。之後佢竟然喺學校度殺小動物，呢種對生命唔尊重嘅心態越演越烈。到後來佢竟然推咗個8歲小朋友胡宇澤落街，言官由於證據不足，判咗佢無罪釋放。到後來胡宇澤嘅阿媽蘇麗慈去學校揾佢算賬，用刀挾持佢，而咁啱何督察趕到，喺危急之際，佢想開槍射向蘇麗慈嘅手臂，點知打偏咗，打中佢心口，就咁蘇麗慈就死咗啦。而當時高成斌顯示出一個陰陰笑嘅表情，其實佢之前同蘇麗慈講咗，佢係專登咁做嘅。言官當時喺現場目睹呢次事件，呢次事件對言官嘅打擊好大，所以佢決心由區域法院轉去少年法庭，希望揾到阻止少年犯罪嘅方法同根源。講翻高成斌佢個紋身圖案，陰紋係代表媽咪我愛你，就係紀念綁架案之前佢嘅嗰段開心日子。高淑華喺片段裏面講到，喺綁架案之後，佢仍然專心喺法律嘅工作，冇俾多啲時間陪個仔。佢覺得好對唔住個仔，亦都可能佢想補償翻個仔俾人綁架嘅事件。所以無論高成斌做咗咩嘢錯事，佢都會選擇包庇佢。而咁樣會俾高成斌一個錯誤嘅信息，就係無論佢做咗乜嘢錯事，佢阿媽都會幫佢擺平。所以佢更加肆無忌憚。就係咁樣，佢越行越遠，由殺小動物到推小朋友落街，到殺補習老師，最後謀殺張景祥，仲設局嫁禍俾邱天雪。其實成件事唔只係高成斌有錯，高淑華都要負好大部分責任。所謂慈母多敗兒，言官喺大結局最後嗰 part 講得好清楚，仔女嘅錯其實都係父母嘅錯。如果你都中意睇正義女神或者重案解密，請你幫我撳個訂閱掣，咁就唔會錯過下一條片啦。我哋下次再見。